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这个婚姻未了5年一届的王船节要开始了。国历的5月7日要来进行着王船龙骨开府大典，所落来阁有王船的廖景甲小王船，希望这个疫情赶紧来退散，保庇地方平安。 未了5年一摆的王船祭典，今日由中山镇安宫、三省法院宫和考处寮法院宫3间庙作为举办。进前办迎王的仪式，王船祭是温柔信仰上重要的宗教仪式，信徒拢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祭典，保庇疫情跟退散。希望讲等来时阵啊，咱王船祭会当保庇吼，当地主会当平安顺遂。王船祭会举办真侪活动，预计伫咧5月7日做王船龙骨开府大典，所落来阁有王船温装含烧王船的仪式。伊有发一寡迄落吼平安水吼，用符发一寡平安水，大家会使来阮庙寺吼，伊来大家平安，摕倒食平安安尼。为了王船是3个部落的宗教活动，今摆已经发展到乡内特色，欢迎民众做回来参加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